大家好啊，係我馬場南哥啊。咁我南哥身為香港賽馬嘅超級 fans，咁適逢今年呢係賽馬天下呢本而家香港僅存嘅賽馬雜誌嘅50週年致慶啦，咁所以就買咗一本賽馬天下返嚟儲下留念啦。咁其實喺90年代初，直至到幾年前呢，都10年8年前呢，都一路有每個月一期嘅賽馬天下都有買咗同埋儲落嘅。咁但係近嘅7、8年開始都冇啦，係一啲特別嘅期數可能會買啦。咁今年50週年，同大家睇下回顧下過往嘅日子，香港嘅賽馬，睇下有啲咩令大家記得啦。咁封面呢度其實由好多細相組成嘅，及時而出啦。左手邊呢度同埋右手邊呢度都係及時而出啦。中間有呢個係近啲啊，應該係韋達嚟嘅，係啦，韋達攞冠軍騎師啦。咁呢度有馬佳善啦，上高明月千里，呢隻應該係小橋流水。咁跟住就係啲睇唔到，睇下先啊。呢隻灰馬相信係六兒啦。咁左手邊呢度有方嘉柏同佢爸爸啊方六倫啦，方六倫。咁呢度就摩加里同大摩啦，嘉應高升。呢度有莫雷拉攞冠軍騎師啦，大衛希斯，香港賽馬會 CEO 啊，應甲柏。咁下邊有浪漫勇士、靚蝦王，就係霍達去日本贏安田紀念，美麗傳承。呢匹係同德告東尼呢個應該係攞冠軍練馬師啦。咁呢個係似係大摩。咁一路睇落去，係啦，呢個葉楚航繼簡炳墀之後，華人練馬師金槍60，再睇下呢度先。咁中間呢度有應該係奧運馬術全火炬，係啦。咁跟住呢度佳龍區啦、奔騰啦、嘉應高升啦，呢隻應該係你知幾時。咁呢個吳松頒獎啦，金槍60，呢個係潘頓。咁封面就係咁樣啦。咁嗱，睇下入邊啦，我揀啲精華同大家睇下。咁我頭先粗略都睇過啦。咁呢度係啲志賀、卡洛斯啊、南松啊、應嘉柏啊、香樹輝，呢啲係一啲志賀啦。岑建龍伊人都好多年啦，賽馬天下。咁我做咗好多嘅訪問啦。呢度唔詳細講啦。咁啊，賽馬大使嘅大使年表啦。75年、76年、81年、85年。咁呢個年代80幾年呢，我南哥係10幾20歲嗰陣時咧，都有買翻啲舊嘅賽馬天下睇嘅。咁另外89年1月呢期呢，我當年都有嘅。呢兩匹馬係香港之光謝展谷，因為嗰陣時好中意馬鐵谷嘅。呢隻我唔肯定係搏得好定搏得妙，應該係搏得好。咁呢個搏得係都後期都養咗好多馬。咁跟住落嚟就係89年、90年。咁呢度就係90年香港金杯啦，9隻馬一齊衝線，最後由星之王係內欄。呢度影到個頭，呢隻電之寶、馬到功成、名門駿馬，慘地色係新寶入邊再有星之王。咁佢後邊呢會再有金鑰匙、及時而出、意利高嗰幾隻。呢場係魯賓遜
贏咗90年香港金杯星之王。我當日買咗10蚊新寶位置，印象中係50幾蚊，跑第二。胡士當年大摩出4隻，好啦，93、95，咁95年呢度就係封面，亦都係有性格活力先生同埋浦東之寶、浦東之星定浦東之寶、浦東啦，總之係咁呢個封面告東尼。97年、03年出咗同德嘅紀念集，我南哥當年都買咗。跟住03年呢個封面原居民紀念集，呢場呢就係仁達拉士利大勝，由韋達贏香港嘅邀請賽。好啦，跟住一啲嘅30週年啦，06年就跟住有精英大師紀念集，一啲嘅過往嘅一啲慶祝。03年亦出咗一本叫《香港馬王》，咁我馬場南哥當年都有買。好啦，過去50年回顧啊，咁有啲好多。左手邊係應該頭先封面嗰幅啦，62啦，灰馬62。咁呢度係告達理同告魯士同告東尼。咁呢度應該係奪獎喎，82年奪獎。跟住呢度見到係同德啦，83年。當年南哥13歲，喺屋企都有睇同德全勝。金鐘二寶啦，當年非有武士，初開始接觸賽馬，非有武士雷城馬場警察。咁呢度係及時而出。90年曾經1個禮拜內贏2場，一場1200，一場1800，上邊有翠河。呢場係翠河係無師而贏國際賽。翠河，我諗要睇快啲啦。翠河喺度，亦都有頭先提過啦。靚蝦王霍達贏安田紀念就係呢場12號馬，跟住就係精英大師係高雅自策騎，上邊呢度睇漏咗係靚蝦王。咁我馬場南哥啱啱早2日都 post 咗，就係話金士芬當年係贏咗呢個香港短途錦標，我都有入馬場，咁當年仲影咗啲相。呢度頭先封面嗰幅啦，小橋流水，遠征成功。下邊有爆冷。咁呢近代啲啦，步步有金槍60、浪漫勇士、嘉應高升，近代嘅馬王。我諗要睇快啲啦。咁呢度13年、15年嘅從化馬場，從化。咁嚟緊都會辦從化賽馬，咁好似聽講話係會有啲團咁樣上去睇。咁暫時宣佈就係絕對唔會涉及博彩，係暫時一個純賽馬。咁究竟會唔會香港賽馬會以一個海外賽事嘅形式呢？就都暫時未知啊。26年嘅從化馬場，周永健係曾經係啦馬會主席啦，曾經而家已經卸咗任啦。咁佢係錦係啦，喜年係家族傳承。咁佢養嘅馬係錦係嘅，嗱呢度有講啦，性感。後邊呢度亦都有提啦，佢嘅第一匹馬快感啦，快感。咁呢個安上人係馬佳善，步步騎啊，香港管嘅騎師。夏定安關鍵見證者，夏定安。咁而家嘅見習騎師制度咁就有兩派嘅，好多人
其實聽到好多嘅聲音都係唔係太贊成，因為而家見習騎師10幾歲入咗賽馬會，訓練得嚟，上下從化喺下沙田，再去澳洲騎2、3年，贏幾十場頭馬、100場頭馬，先返嚟都起碼23歲。咁好多已經23、25歲，咁周俊樂嗰啲算係早㗎啦，快㗎啦。咁再喺香港跑幾年畢業，都已經接近30歲，已經過咗個黃金期。咁好多人都認為唔係咁好，咁睇下嚟緊會唔會有改變啦。好啦，跟住就浪漫勇士馬主啊，劉伯輝先生啦，傳承。咁咪當年係第一匹最出名嘅一匹，應該係嘉品王者啦。當年都貴價買翻嚟嘅，係香港拍賣會買翻嚟。嘉品王者，咁最後係過咗身嘅，受咗傷之後已經係退咗役，取消登記啦。咁之後就養到好好嘅浪漫勇士啦，攞好多杯賽。今年破天荒仲香港賽馬會頒咗雙馬王，咁佢同嘉應高升平起平坐，兩個一齊攞香港馬王。咁我馬場林哥都提多次啦，如果俾我做決定嘅咧，我都係會揀嘉應高升嘅，因為始終都要比較。如果一定要揀一匹，一定係嘉應高升，以佢嘅成就、佢嘅贏馬過程啊，同埋佢前景各樣。好，咁呢度有黃登平，當年最為人熟悉就係當年養到同德啦。嗱，呢個同德順利97亦都係順利得勝嗰個馬主啦。北地烈馬係亦都當年係好支持黃登平。嗱，呢度見到哇，當年嘅平叔同阿高東尼非常之合拍。咁呢度有朱小姐就令到人諗起就當年朱小姐同林嘉誠有隻馬都有曾經高東尼騎朱小姐，林嘉誠佢騎一隻唔記得咩馬，就長途嘅2000，最後尾鬥到叮當碼頭決勝。好啦，呢度有二國王子啦，亦都有呢個捧杯係順利得勝，係蔡振威嚟嘅。咁呢度講翻啦，順利得勝曾經贏喺其中一場賽事上面贏咗及時出同翠河。好啦，跟住講低調冠軍啦，呂健威當年都係同德，好似係第一場都係佢跑嘅當年。咁佢傳承咗落去，佢嘅仔仔就喺馬房度幫手啦。陽光，咁幸運如意係喺金槍60之前嘅其中一匹好馬，係短途好馬。咁有啲當年威哥騎馬，呢隻叫都好啊。咁金槍60當然係為人熟悉啦，亦都好受馬迷愛戴。咁呢個相信係贏咗打比之後，係啦。咁坐車巡遊啦，攞冠軍練馬師62。好啦，跟住大衛希斯家族要快啲啦。大衛希斯澳洲贏好多大賽，好後生，亦都嚟過香港，跟住更歡笑。咁呢個相信係希斯係養，係咪活力先生咧？活力先生啊，呢個係榮智健彩衣喎，有冇講先？冇喎，喺希斯度嘅咩？哦，因為唔係馬佳善係攞冠軍騎師，所以佢應該着住活力先生彩衣。咁希斯曾經攞過冠軍練馬師，咁所以係啦，有機會係活力先生。好啦，聖威王。有睇我嘅網頁嘅人都，如果有睇過都知啦。我之前就將一張大嘅聖威王嘅相俾咗阿希斯簽名，佢覺得好開心。球星嘉應高升，前無古人啦！嘉應高升暫時以嚟都好啦，跟住就係潘頓
史上最強。佢亦都係保持緊香港贏馬最多嘅紀錄。咁114係佢破咗韋達嘅總場數，而家已經過2000啦。佢第一場馬係聚寶區，2007年9月12號。睇下拍多幾多年退休啦。又有紅心威龍，係啦，好多打比就戰利品。2015年打比冠軍。好啦，嘉應高升，呢度係啦，右上角呢度就係贏咗上年嘅珠穆朗瑪峰錦標啦，翻嚟嘅情況。都係嘉應高升，咁現屆馬王，所以篇幅都好多，亦都係不可多得嘅。咁過往嘅香港馬王及時而出，有好多牛精福星、喜勁寶。咁我最近喺網上 Facebook 同阿戴勝傾過偈，咁啊問下佢個咁多年喺香港嘅策騎生涯入邊最喜歡邊匹馬，佢答咗我係喜勁寶啊。咁所以我稍後都睇下會唔會趁佢咧嚟緊12月國際賽嚟香港咧，我畫幅喜勁寶送俾佢啊，睇下有冇機會啦，大家拭目以待。過往嘅冠軍練馬師要快啦，因為都15分鐘啦。冠軍騎師左邊摩加里、雷成、陳柏雄、魯賓遜、告東尼、百家、馬佳善、霍達。霍達就係2000年啦，99至2000年。莫雷拉，跟住係韋達，跟住潘頓。咁呢度數埋1、2、3、4、5、11個人。咁有啲其實百家、霍達就攞過1屆嘅啫，百家都係攞1屆，魯賓遜又係攞1屆，陳柏雄又攞1屆。咁如果雷成喺雷成87、88年度，如果佢唔係墮馬受傷，聚寶墮馬受傷的話咧，咁應該唔止1屆嘅。咁當年雷成咁有馬場警察嘅稱號啊，咁易騎功亦都係當年嘅南非騎師硬淨派，佢嘅推騎仲比全盛時嘅高雅志仲硬淨。咁可惜係墮馬受傷啦。雷成曾經亦都喺89年嘅香港打比贏咗威利高啊，爆冷，當年仲係跑緊1800米，咁佢騎住威利高放頭由頭放到尾，呢隻係白路金剛啦，呢個應該係相信係贏打比嗰場賽事，都係大賽騎師啦，布文贏得精彩。咁呢啲有啲係告70年代嘅精選，有啲係黑白相片啦，可以大家睇下啦。有啲馬，咁有啲文字多嘅。呢度係告東尼捧杯啦，就咁睇件衫都認唔到。有啲黑白嘅賽，告東尼。呢度影到一個好似係劉同安。呢個應該係劉同安當年嘅本地騎師嘅表表者啦，而家係喺香港賽馬會做有份培育後輩啦。呢度1984年啦，簡蛇食力簡炳池先生贏咗呢個8週年紀念瓶啊。咁呢場係金中金啊，劉伯恩。咁84年。咁如果後生嘅馬迷未必知啦。8週年紀念杯，當年嘅沙圈嘅情況，電算機一個馬會嘅標誌，呢個係一個馬蹄，兩個口含鐵，在中間加條邊，簡炳池捧杯。呢場係中意寶喎，中意寶紅峰係高東尼策騎，中意寶睇下邊度騎先。呢度有講嘅，中意寶樸士能啊，樸士能。咁當年啊，南國都係得12、13歲，淨係識得同德最出名，告東尼，其他都唔係好識。
一啲字賀嚟嘅，後邊好多都係今年嘅獎金榜。今年嘅獎金榜係嘉應啦，唔使講啦，92598700蚊總獎金，接近1億。咁佢賽馬天下近年咧入邊有一個部分咧就係萬禧泉嘅陀飛輪每月之星，咁佢會揀咗每個月喺嗰段時間表現特別好嘅馬匹咧，將佢表揚。咁呢期就揾咗東來欣賞，咁4場都係周俊樂喎，周俊樂同呢匹馬特別人馬合拍。咁出呢本書嘅時候咧係7月頭，咁其實都馬季未完，亦都未知邊個係冠軍嘅，咁所以佢都登翻當其時方嘉柏領先啊，沈集成5場咯。告東尼獎亦都係爭奪，最後都係由周俊樂攞到，因為佢呢本50週年係7月號嚟嘅，係7月頭出嘅。咁我都遲咗先買到，好多廣告啦，支持賽馬天下。咁啊，季尾嘅時候搞咗個賽馬天下50週年嘅紀念杯啦。由喵喵怪攞咗啊，喵喵怪霍雲星啊，毛偉傑馬房，呢度係喵喵怪啦，幾靚。咁啊，相信係啊新李或者係拍檔影㗎啦。新李就係賽馬天下好多年，呢30幾年都係佢有份幫手影相。咁呢度就係賽馬天下50週年紀念杯嗰日嘅盛況啦，嗰啲來賓啦。咁呢度講緊就係光年魅力幫尤達榮帶來首場級制賽就係周俊樂。咁呢度就變翻本身嘅賽馬天下，就係話佢每一個月會月頭講翻上一個月整整1個月嘅馬圈嘅賽事嘅記錄啦，嘅表現啊，或者啲特輯啊咁樣咯。咁呢度標之星河又係贏咗3級賽沙田銀平啦，季尾。小鳥天堂揚威3級賽精英杯都因為潘頓曾經幫同主馬小橋流水喺英國嗰邊揚威海外賽事，咁今次再幫小鳥天堂贏咗咧，當時都一時佳話。美麗同享老來嬌季尾連贏兩場，成功衛冕3級賽精英碟，之後布文再贏多場高班賽。咁開頭話打算今季跑完呢2場退唔退役㗎？咁而家好似聽講都話下季好似10歲再繼續有機會再繼續有一跑。咁呢季尾嘅一般嗰啲杯賽好啦，咁呢啲好唔鬆嘅團體馬啦，熱烈祝賀，好有心得，有愛心得有啲係經佢買，有啲係佢哋名下。好，咁就講完啦，成本。咁而家一本賽馬天下係70蚊港紙。咁我記得係大概90年代到，頭先所講香港之光嗰啲，好似都係20蚊至30蚊本。咁當其時係90年代頭係除咗賽馬天下之外，另外一本好著名嘅就係跑馬啦。跑馬就係張福元先生主編嘅啦。咁但係出咗幾年都冇出啦。咁佢跑馬另外就係話每一年年尾會有一本厚裝嘅，當年係講緊90年代8990年嘅時候出咗幾年嘅叫百駿圖，係一本厚裝嘅相集。咁佢將全季嘅好成績嘅馬分咗好多類，例如多節馬、新馬、長途馬、短途馬，分咗好多類，然後每度數翻10隻，可能頭10名獎金啊，然後佢哋有啲攝影師影到好多嘅靚相，然後會集齊一本厚裝嘅類似大呢個 A3 裝少少嘅畫集，當年賣100蚊本㗎，90年代即係35年前賣100蚊本啊！但係最後做咗幾年都冇啦。咁當年其中一樣嘢就係
賽馬天下冇嘅就係跑馬會送一張大嘅海報。雖然當年係對接晒啲痕出嚟，但係我南哥當年都每期都有買跑馬，有陣時為咗海報可能買2期，又或者我中意剪下邊啲彩頁去做自己整啲嘢玩下咁樣，咁有陣時會買超過1本，咁當時都成25蚊本，講緊係35年前，咁都會買跑馬雙週刊，佢2個禮拜出一次，賽馬天下就1個月1本，跑馬雙週刊就2個禮拜1本，有海報，咁所以都好吸引嘅。咁眨下眼啦，咁我由1988年18歲參與香港賽馬到而家56歲都38年啦，38年見證住呢38年嘅香港賽馬啦。咁講到呢度，希望大家都 CLS 點讚、留言、分享、讚好、訂閱，唔該晒，拜拜。